10月24日，欧洲议会宣布，2019年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获得者为中国维吾尔经济学者、人权捍卫者伊利哈木·图合提。欧洲议会发主席戴维·萨索利在斯特拉斯堡坛举行的发奖仪式上讲话时说，欧洲议会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图合提。伊利哈木·图合提入监前是北京一所大学经济学教授。2014年，中国司法将图合提判刑终身监禁。中国指控图合提从事分裂。从沙特阿拉伯遣返回埃及的维吾尔学生失踪。据了解，在埃及留学的维吾尔学生萨迪库拉·努尔麦麦提于23日凌晨1点从开罗前往沙特阿拉伯基达进行敬拜。到达基达后，他被沙特警察拘留。警察对他说：“你看起来不像中国人。”然后他被送回埃及。据他的朋友说，到达开罗机场后，他神秘失踪。美国副总统麦克·彭斯指出，美国与香港抗议者站在一起。彭斯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威尔逊中心成立周年日庆祝活动中，谈及了美中关系。美国副总统提醒注意，中国香港自治区自6月以来，抗议示威活动仍在继续，并认为中国政府极大地限制了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。彭斯向香港抗议者说道：“北京政府近几年中加大了对香港的干预力度。”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暴行并未中断。据报道，喀什地区艾摩顿镇的一个村庄的一半人被送到集中营。据透露，在喀什地区艾摩顿镇有1300个居民的村中，约600人送往集中营。由于该村近一半的人口被送往集中营，农民的生计是由公务员和志愿者学生完成的。美国空军指挥中心向首都里雅得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了 F-22战斗机。自首次生产以来，美国尚未向任何国家出售 F-22战斗机。上月沙特石油设施受到袭击以后，美国向沙特阿拉伯增兵数百。美国国防部当局表示，这次部署包括2个战斗机中队、更多爱国者导弹电池、1个萨德系统和支持人员。经过研究，海洋科学家发现了有关诺亚方舟的有趣发现。科学家们在黑海沿岸地区发现属于公元前400年的至少有60艘沉船。专家宣布，这些发现可能包含有关诺亚方舟位置的详细信息。当局宣布，研究仍在继续。